你这一生总是对事对人做出错误的判断，恐怕这一次又让你失望了。无极还活着。 真的，他在哪儿？我要见他！求求你，让我见见他！他在哪儿？不急，想让你见到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能见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歹毒？活着吧，好好的活着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为什么？你说，这个长孙平荣到底安的什么心？藏着佘昆凌，还躲着我。这是盘都，这是我天煞的盘都，逼急了我，一样去拿人。 自从那日天门虚之后，这翼王就染上了怪疾，整日排放出不雅之气，恶臭难当，连门也出不了。要不咱们再多等上几日？我管他雅不雅的，他放屁放死了也不关天煞的事。可攥着佘昆凌不放，就是和本王过不去。王兄，他毕竟是皇城的翼王啊。 我只等上一日，要是再拿不到佘昆凌，这个翼王，他也别想做了。皇上，皇上，见着长孙平荣了？翼王他已经离开盘都了。我让你看紧他的，你竟然让他跑了！臣罪该万死。不过翼王他留下了一封信。 佘昆凌让无极太子拿走了，给我去搜。臣弟这就去。你是不知道，在天门虚的时候，那个长孙平荣简直吓死了。我就抠了一点点泥给他，我说那个是致命的毒药，他就求爷爷告奶奶找我要解药。我就抠了那么一点点泥。哎，无极，药得趁热喝。他手没好利索，我来吧。这种小事怎么能让你来呢？而且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战王爷的手伤还没好，需要人伺候着。还是我来，我来吧。我来，战王爷喝药。喝嘛，喝，来啊！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哎，你看，战王爷的手好了，他可以自己喝药了。
詹某自幼习武，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呢？想当年我……那就好。既然詹王爷手已无大碍，那还请詹王爷体谅，我把扶摇借走片刻。坐。吃醋啊？谁说的？说的也是，无极太子从小到大这么自负的人，怎么会干吃醋这种事呢？这是你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不但爱吃醋，而且度量极小。我爱的人，谁也碰不得。真的？嗯。我就是照顾他嘛。该照顾他的人，不是你呀。哎呀，我知道，那不是因为猪猪这几天老是病殃殃的吗？所以才轮到我，不然……你也觉得奇怪了吗？等等，我们是不是从天门虚回来以后，就没见过猪猪了？以他对战北野的心思，不可能那么多天待在房里不出来。小七啊，你看到雅兰珠没有？我着急给宗先生送药，我先送药去了啊。等一下。我问你看到雅兰珠没？你跑什么？我真的着急给宗先生送药，我先送药再跟你说啊。我问你看到雅兰珠没有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什么，猪猪他可能在睡觉吧。他都睡了多少天了？他现在不在房里吧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救救猪猪吧！他为了救战将军，把自己眼睛给弄瞎了。什么？战将军根本不是自己醒的，是猪猪用了什么法术把他给唤醒的。但是这样他眼睛就瞎了，他还不让我告诉你们。你说他为了救人用了毒法？九月毒法向来只毒别人，毒不了自己。一旦使用危险之际，他为了救战北野，他在赌命。猪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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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猪。见到这张字条，你们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和旁人无关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哥哥，他若问起，就说族中有事。我先走了。怎么办啊，表姐？我先走，不要找我，后会有期。我去找他。我也去。武州那么大，上哪儿找去？武州那么大，难道就不找了吗？师父师娘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。你们先去战北野房间守着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战北野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我这院子小，挤不下那么多人，委屈恨王了。太子殿下说笑了。王兄得知太子殿下竟然屈身住在这样偏僻之所，实在诚惶诚恐，特意让臣下赶来，恭请太子进宫歇息。你们是来找我的？正是。突然来了那么多人，诚惶诚恐的，怎么会是战南城？应该是我。王兄是惦念着要守卫太子安全，
心领了。那，请太子随我进宫歇息吧。天煞苦寒，不能委屈了太子，请。战南城是真的想见我。你回去告诉你王兄，翼王呢是我的兄长，也是天权皇室的长子，有他和天煞交结往来，我很放心。至于我呢，就不劳天煞王费心了。太子说笑了，在王兄眼中，自然太子比翼王殿下重要万倍。只是翼王他……你不消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回去告诉你王兄，我和翼王的事与他无关，请他大可放心。你们请回吧。太子殿下，只是……怎么，还有事？翼王殿下已经离开盘都，临走之前交代，他借我天煞的摄坤铃已经交给了太子殿下。他给我那个东西干嘛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这样的小事怎么会放在心上呢？但此物对于天煞而言至关重要，还请太子尽早归还。有刺客！有刺客，还不快去抓！太子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谁也活不了！快！是。慢着。我在这住了几日，都风平浪静的，怎么恒王一来，连刺客也按捺不住？是哪个人那么不长眼，偏偏挑这个时候送死？莫不是恒王另有安排？太子这么说，那可是要了臣下的命了。只不过是见有刺客闯入，唯恐太子被奸人所害，这才下令搜查。恒王，您误会了，来了那么多人，自然要好好瞧瞧。既然如此，就把想找的、想抓的，通通拉出来，也请恒王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铁成，过来，你带他们去找。愣着干嘛？恒王要抓刺客，你得千万让他们好好找找。明白？跟我来吧，走。有劳太子殿下。这可怎么办？他们要是发现战将军在这儿的话，一定会抓人的。当然不能让他们把战将军带走。这无忌太子他不是太子吗？直接让那个恒王走就行了，怎么还让他进来了？大不了跟他们打。到这边看一看。是。这边，那边看看。是，快点。这间屋子里面住的什么人？哎，太子的住处轮得到你过问吗？你，停！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屋里不会藏着什么刺客吧？什么刺客？去那边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去那边。这边没有，大家仔细搜清楚了，房底下无檐，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果真能隐身，他们看不见我们，我们却能看见他们。
这里没人，撤！撤！报，没有找到。 师傅，刺客呢？没找着。万一他们走了以后出了什么事，该怪恒王办事不力，还是你眼神不济？让你没看清楚这瞎喊，扰了太子的清静。恒王，算了。若是以后您有清闲的时候，欢迎随时过来坐坐。万一真要抓什么人，也得要抓到啊，不是吗？既然太子更愿意独享清静，那我便如此去回禀王兄，告辞。走。慢着，恒王若是空手而回，你王兄不会怪你吗？哎，我这个脑子，现在倒是想起来了，我兄长的确转交给我一样东西，拿来。哦。 是这个吗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！姓长孙的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从上到下，全都是混账王八蛋，全部都是！这两个宝物果然是神奇啊！我也是这2天才发现的。只要操作得当，可以达到迷惑旁人视觉的效果，但是时间挺短的。天煞双响，两者合力竟是消隐于无形。这世间再强盛的功法和气力，也抵不上化有为无。未知就是我等凡人最大的敌手。还好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是在我们这儿。如果被那詹南城拿走了， 指不定会发生什么。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对了，亚兰珠呢？怎么一直没见着她呀？哎，亚兰珠呢？琼叶有事召她回去，他过几日便回来了。琼叶。啊。啊。琼叶离这那么远，他一个人，别出了事才好。是啊，别出什么事才好。王兄，这真的摄昆凌会不会已经被翼王带走了？ 比起长孙平荣贪心不足，我倒是更相信是那个长孙无忌精明过头了。这个太子怎么就还活着呢？他死了，那才皆大欢喜。你这趟去见他，带了那么多人，难道就什么都没发现？这里里外外都搜了个遍，确实没有发现战北野。臣弟是想着。 也许是消息有误，或许是那小子真的死在了长寒山。放屁！如今长孙无极还活着，事情只会越来越坏。你说一个人能从戈雅沙漠里死而复生，咱们对付得了吗？那他也没必要帮着战北野啊。原本确实没必要。 可如今他知道咱们和翼王的关系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他帮那小子，也就说得过去了。兴许是王兄多虑了。我看战北野也未必有那样的本事。是吗？我倒是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：8年前宫里混进了刺客。 你的命是战北野救的吧？其实你们俩关系一直不错呀。
当时父王仍在，臣弟素无野心，臣弟对手足也都一视同仁。一视同仁，所以当初你劝我让他带着摄昆凌去太渊，如今我抓他就是难上加难了。王兄可冤死臣弟了！当初是顾虑战北野在天煞根基社会有颇有龙望，诓他去太渊，不过是为了治他罪时师出有名。这事儿王兄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啊！哼，本王倒也没什么别的意思。说到底，毕竟你我才是一母所生，我又怎么会怀疑你呢？哎，早知道当初就不用那么麻烦，直接找个由头杀了他。如今，倒也省去不少心事。是臣弟办事不力，罪该万死。哼，知道自己错了，就得将功补过。那什么，之前让你抓的列王余党，是不是还留着几个人？是。他们虽说是列王旧部，但位高权重，牵涉众多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动不得。列王旧部就动不得？谁说的？都给我抓了！16岁以上的全部赐死，小的嘛，男的充军，女的卖金弃债。我就不信，咱们的武帝会眼睁睁地看着。这旁的倒也没什么，只是如果太子殿下真的要帮着战北野，那我们这样做，岂不是公然与太子为敌？哼，天权太子又如何？这是我天煞的内政，他的手没那么长。这天煞的一草一木，都得我说了算。这已经4天了，盘渡内的客栈都让我们找了个遍。他到底去哪儿了呀？不会已经出城了吧？我已经在城防处放了探子，若是出城理应有信。那消息呢？有时候没有消息，也算是好消息，不必过于忧心了。让开！快！哎，这不是刘大人吗？怎么这么惨啊？刘大人为官清廉，处处为百姓着想，这样的父母官哪里还能找得到啊？就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快点！哎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刘大人呐，是列王救赎，怎么会放过他？说得对呀，列王啊，深得民心，你说他能不记恨吗？铲了旧部，才能心安啊！列王英勇无畏，驱逐蛮寇，忠义仁厚，体恤百姓。这样一代贤王，竟受到了如此不公的待遇。真是天不开眼啊！将军，你这是折煞寄语了，还劳烦你亲自帮我换药。一趟长寒山，死了那么多兄弟。也断了你一条胳膊，你现在跟我说折煞你？其实先前还一直担心将军。我命好，还能活着，但是那些兄弟的命，我一定要找人来还。跟随将军，寄予死而无憾。无憾。我现在却满是遗憾。我战北野何其有幸，能有这么一帮出生入死的兄弟。还有扶摇，要不是那几天他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，劝我好好的活着，我想我真就撑不下去了。战北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告诉你，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，一直守着你的人，一直和你絮絮叨叨说话的人，从早盯着你到晚的人，不是扶摇，是亚兰珠。你还带着心心念念着别人，你觉得自己捡回一条命很幸运是吗？你有想过亚兰珠吗？
什么忠勇仗义，什么恩怨分明？我看你战北野分明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你知道吗？猪猪他为了救你，连眼睛都不要了。他现在一辈子都看不见了，一辈子都看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亚兰卓为了救我瞎了？但凡你要有一点点顾及他，你就不应该让他受这么多的苦。他说只要你能活着，就算他用性命去换，他也愿意。他人呢？在哪里？将军，他怕你过意不去，没有和任何人说自己就走了。其实，他才是真正救你性命的人。你好了，这是……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已经知道了，这是猪猪的心愿，他在意的也是我们在意的。哎，战委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真的顾惜他，你就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你知道猪猪为你付出了多少吗？他用自己的眼睛换了你这条命。战委，你不要意气用事。盘都城内我们已经四处找过了，目前并无踪迹。那就出城去找。你听我说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去哪儿找他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我都要亲自把他接回来。你现在身体刚好，你……我看也好，事情因他而起，也应该由他来结束。今日就让我和他一起去。你好，那你们答应我，无论如何要把猪猪完完整整给我带回来。说吧，你故意遣开扶摇，一定是想说些什么。战王爷果然是知情知性之人，那我便有话直说了。如今你的处境，若要保护他人，必须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是吧？黑风旗扎营在外，远离盘都，你战北野，又被当作叛贼，五州通缉。如今靖太妃还被战南城扣押宫中，寸步难离。宫中传出密信，清明之前就会处死靖太妃。你们两个在这等将军回来，我就算拼了性命，我也要杀到宫里去。我一定要把靖太妃带回来。你先稍安勿躁。你们就这么看着吗？你先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办法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
在下天煞战北野。昨日有幸得到高人指点至此，还请飞燕店主帮在下了结心愿。你怎么知道我师父的名号？这座幻生殿，在下曾经来过。哦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那个女子呢？你既不是飞燕，那么如何帮我找到我要找的人？我问你话呢，那个女子怎么没来？还是麻烦你，请你师父出来吧。切，想都别想，除非那个女子亲自过来，否则你要找的人活不过3天。你把人交出来！哼，肉体凡胎，竟敢在幻生殿撒野！亚兰柱，放心，他还没死。别，我求你，别伤害他，别伤害他。哟，你现在是在求我不要杀他呀？别杀他。那我现在就要杀了他。别！你都够了没？亚兰柱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放了他们。你又要多管闲事了。太妍，亚兰柱，五哥哥，五哥哥，是你吗？是我，是我。这次可不行，我是代替师父行事的。你师父的意图，绝不可能是让你杀了他们。那也没有办法，师父想通过他去结识那个扶摇，可惜今日来错了人，还说错了话，所以他们必须死。什么样的师父，要拿一个人的性命去结识另一个人，这样恶毒？我再说一次，放了他们。凭什么？凭你的师父就是我的师叔，这件事，日后我再来请罪。战北野，你先带雅兰珠走。那你放心，没事的。不准走！希望下次见到你，别再那么任性。那个扶摇就是你要找的人，你难道真的不知道？你走的时候，可是带着天机上师的命令的。难道这天权的太子当久了，竟忘了自己还有个身份，是穹苍弟子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别忘了，穹苍要你去找的人。
是玄灵真业的天选之人，唯有你能改变乾坤，找到五色石少女，否则五州会因他而再度万劫不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啊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没有啊，随便问问。我还真想过，我小时候可好奇自己的身世了，因为我自小就被父母遗弃了，要不是周叔救我，我可能早就死了，你都见不着我。那个是你几岁时候的事啊？5、6岁。5、6岁。5、6岁那时候应该能记事了。玄元山以前的事情，你一点都记不得。可能我小时候比较笨吧，5、6岁之前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了。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我是想说，像你这样的奇女子，你的父母应该也绝非泛泛之辈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那时候，我觉得我爹娘肯定是那种不能说的大人物，然后他们因为一些不能说的原因，把我丢在了玄元山，隐姓埋名。可能他们在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。突然有一天，我爹娘会回来找我，然后跟我说：“整个玄元山都是你的。”后来我就把我这个想法跟周叔说了，周叔就把我骂了。他说：“你这臭丫头，你不去干活，你就……然后他说啊，玄游部啊，都是受苦的孩子，谁家要不是吃不饱饭，怎么会把自家孩子扔到这儿来受苦伺候别人？所以我想啊，我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穷人家的孩子。”那你都没有埋怨过自己的家人啊？我想，我爹娘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吧。不然你说我长得这么好看，干嘛不要我？不过呢，他们是谁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了，我现在也不想这些了。是周叔一手把我养大的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他就是我的家人。想什么呢？我想你怎么还不喝酒？喝。